很多神明都求道啊，土地公也求道，韩信也求道，司马光也求道，郑成功那大概早就求道了，赵子龙也都求道了。然后华丽柱武的关公、张飞、岳飞，还有历史最早的那个朝代最早的那个商朝那个时候的嘛，王恢虎就是东岳大帝，是武的华丽柱，另外还有文的华丽柱哦，有观世音菩萨就是南海古佛，还有长生大帝就是八仙之长人南极仙翁，第三位八仙的吕洞宾吕仙主，就是纯阳帝君，就是狐右帝君啊，都是同一位。第四位是地藏古佛，武的关公、张飞、岳飞、王恢虎，文的观世音菩萨、南极仙翁、吕洞宾仙主，地藏菩萨、地藏古佛了，总共有8位华丽主。